加拿大理財速報今個星期五大最值得你留意嘅理財新聞：特朗普一夜終止美加貿易談判；印安省 TV 廣告串美國關稅；特朗普23號深夜即時 cut 線終止貿談。加國政府話隨時重開對話，但雙邊貿易未來不明，商界呼籲冷靜啲啦。而通脹7個月新高，最新數據9月 CPI 升2.4%，汽油、食物加4%，租金加5%，一齊加價。Crypto 平台被判史上最大罰款。Cryptomass 平台冇舉報過千宗可疑洗錢犯罪交易，政府罰咗加幣1億7700萬。4. 政府強硬出招保護汽車業，針對 GM、Stellantis 等縮減本地產能，政府出招減車廠入口配額 ，GM 減24%，Stellantis 減半，力保工人飯碗。5. 油價彈升，金價創新高之後急跌，原油同金價一齊短線起落，金價創新高之後即時急跌，油價反彈。簡單直接加拿大理財 tips， 覺得有用嘅可以 follow Novella 嘅 IG 同 Threads。